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分享一個喺英國基石 Metro Centre 入邊嘅輕鬆午餐。如果大家嚟過 Metro Centre，可能都知道呢度其實唔只係一個普通商場。商場入邊有啲區域設計到好似一個歐洲小鎮，天花仲畫咗藍天白雲，加埋小屋同燈飾，感覺好似行緊一條室內小街道，氣氛都幾特別。而我今日試嘅呢間 cafe 就係 Piccadilly's。Piccadilly's 係一間主打法式風味嘅咖啡店，提供咖啡、三文治、輕食同埋甜品。好多嚟行街嘅人都會喺呢度停低休息，飲杯咖啡，食個簡單午餐。今次我叫咗一杯 cappuccino， 咖啡香味幾好，奶泡都幾細滑，飲落幾順口。另外我點咗一份 corn beef omelette， 奄列煎得幾香，外邊微微金黃，入邊有鹹牛肉，味道比較濃郁。旁邊仲配咗一小份沙律，有生菜、番茄同洋蔥，食落幾清新。另外仲有幾片麵包，加少少牛油一齊食。同大家簡單為呢間 cafe 做一個評分，如果5星係最高分嘅話，我會咁樣評價。首先係環境，我會俾4星。餐廳整體感覺幾舒服，而且位於 Metro Centre 入邊呢個好似歐洲小鎮嘅區域，氣氛幾特別，坐喺度飲咖啡都幾放鬆。至於衛生，我同樣會俾4星。餐台同埋餐具都幾乾淨，整體環境都保持得唔錯。另外氣氛我亦會俾4星，坐喺度飲咖啡同食午餐，整體感覺幾輕鬆，周圍都有少少法式咖啡嘅感覺。服務方面我會俾3星，主要原因係當時等咗一段時間先有侍應過嚟幫我哋落單，所以感覺服務速度可以再快少少。最後係食物，我會俾3星。食物其實唔差，味道都可以，不過就比較普通，屬於標準咖啡水準，未算特別令人驚喜。整體嚟講，呢個午餐其實好簡單，但幾舒服。行街行到攰嘅時候，坐低飲杯咖啡，食個熱辣辣嘅奄列，感覺都幾放鬆。如果大家之後嚟 Metro Centre 行街，又想揾一個地方坐低休息一下，飲杯咖啡或者食個輕便午餐， Piccadilly's 都可以試下。多謝大家收睇，如果你都鍾意呢類英國生活或者美食分享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。我哋下條片再見。